放射治療咧係治療早期非轉移性前列腺癌嘅方法之一。隨住醫學嘅進步，而家嘅放射治療咧已經更加精準、更加有效嘅咧去根治前列腺癌啦。而傳統嘅放射治療咧係以電腦掃描器去定位，並且咧係用高劑量嘅 X 光去照射腫瘤嘅位置去進行治療。但係由於影像嘅解像度比較低，所以治療咧係有時候咧有機會傷及到腫瘤附近正常嘅細胞或者組織嘅。而家嘅磁力共振導航掃描影像技術咧就提高咗影像嘅質素，除咗可以更加清楚顯示每日腫瘤嘅位置，醫生咧亦都可以睇到前列腺附近嘅組織，減低咧傷及呢啲組織嘅機會嘅。其他新嘅治療方法咧包括立體定向放射治療同埋質子治療。比較新嘅立體定向放射治療可以大幅減少病人接受治療嘅次數，因為每次放射治療嘅劑量可以比傳統嘅技術咧高出3至4倍，令治療咧可以由過去需時幾個星期減少咧去到5次就可以完成啦。而質子治療就係用質子取代 X 光，更加精準嘅向腫瘤投射高劑量嘅質子射線，將副作用咧減到最低。